台南南昆新大田府白楼倒去，嘉义布袋有车顶地产的，造成一死两伤。强烈反对大国税法案，马斯克宣布要成立美国党，伫明年参选，甲自由开放人民。丰年期巴基斯坦有西八枪走出去，攻击民众，甲人甲着伤。观众朋友你好，欢迎收看公视台记台新闻世界通，我是蔡武欣。丰台丹那市昨暗对嘉义登陆，台南伫咧隔壁，灾情惨重。北门这边南昆新大田府白楼是互大风扇甲倒去，也落得到关公渔港遮的牌啊，密密茂茂。中军这边渔港这个超过20只船海去，有的哦连烟领都无看。也七股这边10分里300外户厝遐是乱飞，起厝啊干那剩骨架。这风台农民嘛闪袂过，满岛分担，那了损失至少有8成。回头看红砖遐脆片，看到原本的路面，这个砖遐原本伫厝顶，因为早年台南七股区10分里为着做路方便所起的红砖遐厝，这摆风台出现12级以上的风速，历来300外户的厝顶砖遐是过飞，居民规暗一觉敢唔敢困。敢睡吗？没有睡，还没睡。所以几十当然唔捌遮严重啦，今年上严重。这间对半废品的纺织厂也是受灾户，铁片大的纺织厂铁片全互风吹走，只剩架啊，损失至少200万。几片哦。这个区也有货柜风吹倒，加油站的设备毁损。重要里是有几啊间的民家厝顶风吹走，出现真侪破坑，厝内互雨水灌入。这内哦，无法当迄个规内底，像后壁遐规个拢休去嘛，啊休去这个。等到水了，因为我们都不敢出来，因为风雨太大，那个门都打不开啊，然后就到半夜11点、12点那时候，就是整个东西就开始一直乒乒乓乓，一直掉，然后那个板子整个都掀开啊。安南区滨海公路加油站无电，无法度替人去加油，港边状况也袂少。将军港超过20只海钓船风吹海，有一寡连烟顶拢消失啦。就风跟浪啦，就直接。对啊，直接打上来，每一台都坏掉啦。北门区落地高关公渔港也有同款的情形，天后的竹牌啊，风吹甲烧塔变去，农民损失惨重。嘛是拢牌啊，弄做伙，拢烧塔。上惊人的是，北门区的南昆新大田府，本来阿摩头基座的一条倒伫足多的工程，这是采伫南昆新大田府入口的所在，由12基珍贵的檜木器做底打造的14米大牌楼。每当你吹啦，风太清时风吹倒，工程也因为停电无法度抽水，透早水深达到大人的腿肚。屋顶都还没啊，都是乒乒乓的声音。昨天这个倒的时候，你们有听到声音吗？没有，因为风太大了。连遮尔坚固的牌楼拢倒去，附近的客家唔敢相信。庙方表示，檜木器迄当时一支爱是500万，即马是无价之宝。目前这个当先整理收藏，过来评估敢是要重建。公视新闻采访报道。也高雄同款有灾情，南马溪后眼溪就因为大雨，溪水上过岔漏，边的报花未砍折，有一部分来放去。也讲到丹那市昨暗伫咧嘉义登陆是伫咧布袋，唔那扛棒放落来，布袋遮有车并去，并伫咧田内造成1个人死亡，2个人受伤。初步判断是因为透大风、落大雨才发生意外。另外病院有急诊，一个救护车去互大风瞬间袂知，车身如启动条仔才停落来，这场面真惊险。汽车挡风玻璃拢破了，车顶拢变形去啊！就知影当时拢偌大力。这7天要光1点左右，警方接到报案，讲布袋镇桂城里一个吊鞋场附近的田内有汽车冰碟内底，造成1人死亡，2人受伤。摔到田里面去哦，知道里面有多少人吗？不清楚，反正就有叫人就对了。当时候的风是很大，还雨很大吗？很大，你看这边风树都已经这样了，连根拔起了。警方到现场发现车内有4张的查甫人，甲伊的查某囝总共3个人，其中58岁4张的查某人，伫咧车内已经无性命情形，伤医不治。初步了解，张家父女3个人，敢若是为着要顺放伫咧吊鞋场附近的物件，敢若拄到强风大雨发生意外。经初步研判，因天候不佳，现场当时雨势及风势皆强，导致车辆失控翻覆，张女当场有生命迹象，经送往嘉义长庚医院抢救后。乃宣告不治。台南市风台带来真大风雨，嘉义地区出现13级强风，真侪所在路树、看板也有铁片拢吹倒。
所来这惊险的情形是发生伫病院的急诊室外口。救护车停伫病院急诊室时，互警方找甲一直西出去，弄到边仔条仔才停乱。民众讲实在捌看到救护车后方强要找走，大门也强要破去。警方大雨拿路树规站板起来找倒去，就连电火条仔也拢倒了了。其中台17线省道有2支电火条仔断去，坏伫路的电线也拢落落来，造成交通中断，民众只好西路行。几啊十单，头一边拄着遮大啊，电条规个拢甲满落啊，几啊头你甲看。11点就开始就拢无帮路，正要敲电话要联络，若要联络我拢无法度人联络啦。嘿啊，无啊就搭来底后要热是走了遮。西风台已经走啊，不过布地有部分的所在无电通用，无法度通信。伊伫乡公所也向外界求助，真无水无电，真需要外界调度物资。中正大学学校门口，互倒去的树仔挡掉咧，无法度过。学校方面讲，因为人无够，已经申请公家资源协助复原。另外，嘉义市街路上也四个是乱糟糟，卫生基础设施受创真严重。嘉义市长黄敏惠也请求国军调派电力甲其他来支援，也请台电赶紧复电，互民众生活赶紧恢复。记者综合报道。也外岛遮因为风台有真侪旅客无法度倒转来，平湖加开8机班，581位也是无够甲人全部载转来。平湖轮往回高雄本地拜一无开，当嘛出来接旅客。也金门这边一个透早，就超过300个人咧等机位，国军是伫暗头啊驶6班军机斗载人。袂当哩警方海关处当局管理站的厝顶风吹掀起来，好在无人受伤。当局启平宫头前也有路顶电火条啊倒去，也把全岛大停电。但那些风台为了惊人，当局都扣起16级强阵风，把风口大伫规个平湖，互交通大乱。平湖航空客满候补的人，风台影响平湖有9000名旅客滞留。测试中断了后，航班正常起降，透早5点多都有民众来排队候补。我们想说机场6点半才开，所以我们就提早过来，没想到就很多人其实很早就来了。早上进来的旅客数大概在200个座位的一个旅客数，所以我们会持续等航班开始飞航的时候，观察这个候补的情况，再来呈报民航局适度协调这个加班机的一个运能。金门也有同款的情形，风台拍乱空中运输，有过1500人滞留当地。初一透早，属于机场满满的人，大家拢是为着候补机会来。有民众等忝啊，就坐伫涂骹，甚至倒伫涂骹休困。现场机会候补号码达到2800户。7月6号的，还是因为昨天没有开？对，没开。对，对啊，因为很多店不是周一都公休吗？对啊，也没有吃到的店。民代呼吁军方协助运输，国防部也伫初七尾暗5点起，将开金门往台北台中高雄航线6架厝军机，南需要旅客滞留当地，也伫中岛过了后，询问高雄往来平湖的平湖轮原定初七停航，也临时决定加开1班船。我是刚去机场补票，然后机场有广播，所以我才赶快过来。对，要回澎湖上班。要转来工作单位的5姓社原本伫高雄小港机场要坐飞机，听讲平湖轮加开航班，赶紧转来坐。也有民众向强赶船班，差1点仔袂记咧买票。平湖轮初七临时加开1班船，袂少人因为时间赶袂到，坐人数无济。平湖轮到平湖了后，会当阁协助载运旅客回定高雄，有高雄坐600人。公司新闻采访报道。来讲，以色列甲伊朗停战，中东的局势有缘混乱成怎？以色列去空袭也门3座港口甲1座发电厂，来报复也门叛军青年运动，甲以色列攻击之战哦。也以色列甲伊朗停战，甲哈马斯咧，即马纳坦雅胡飞去到美国见川普，就是要来讨论甲哈马斯的停战协议。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初六准备去华府甲美国总统川普会面，这也是川普今年1月上台了后，两个人第3届的北京会谈。双方针对以色列甲哈马斯的停火协议进行沟通。以色列甲哈马斯的代表初六已经先伫卡达举行间接会谈。עם הנחיות ברורות, ואני חושב שהשיחה עם הנשיא טראמפ יכולה בהחלט לעזור לקדם את התוצאה הזאת שכולנו מייחלים לה. תודה רבה לכם. 虽然以下停火谈判进入关键阶段，不过以军也是伫初六空袭加沙市区。加沙官员表示，进前24点钟，以军空袭造成80人死亡，超过300人受伤。同一天，以色列伫初六半暝一直到初七透早，对也门下3港口甲1个发电厂，也甲互叛军青年运动劫持的1只商船发动叫做乌基行动的攻击。
来报复也门青年运动找对以色列的空袭，这也是以色列甲伊朗停火了后，以军头一届对也门出手。青年运动互人当作是伊朗的代理人，以色列讲，这个空袭的港口是用来运输伊朗提供的武器，互人急切的商船顶，原来互青年运动安全监视国际商船的雷达，来做发动恐怖攻击的工具。另外一方面，以色列6月中对伊朗发动空袭了后，逃避起来的伊朗最高领袖哈米尼，初五伫德黑兰一间清真寺出席什叶派穆斯林上神圣阿苏拉节的纪念仪式，向信徒致意，搁接受喝彩。这原来是以色列甲伊朗12天战争以来86回哈米尼头一届出面。专家指出，哈米尼选伫阿苏拉节出现，都是第一极的支持者，也凸显准讲美国甲以色列也无法度解除伊统治伊朗的权力。公司新闻金元庆编译。本地做川普选举金主，即马敢要改做川普的政敌马斯克。马斯克宣布要成立全新的政党美国党，会伫明年来参选，讲要加自由海互人民。也因两个本地敢毋是马子，是安怎？马斯克要甲川普来对决，就是大个税法案，互因两人来测。这个法案关系到减税条文，包括抬减电动车的补助。马斯克就是电动车的大头家呢，川普就讲马斯克会遮尔反对大个税法案，就是因为伊的电动车会失去政府的补贴。好，即马这个法案已经通过，马斯克佮讲要来成立新政党，川普伊什么反应？川普是呛倒转去，讲马斯克已经第三党政高单毋捌成功过。特斯拉创办人马斯克伫美国国庆日这个随时即天，伫咧社群媒体 X 发动线上投票，问网友是毋是应该创立美国党。结果伫超过125万人次投票内面，差不多65%的网友支持，34.6%的人反对。并伊就讲，执行这个目标的方法是甲重点放伫咧参议院2席到3席，众议院8席到10席。因为目前两个党的差距真细，将会对争议法案的表决有关键的作用。马斯克初五宣布成立美国党，总统川普吹打讲真喊过。I think it's ridiculous to start a third party. We have a tremendous success with the Republican Party. The Democrats have lost their way, but it's always been a two-party system. And I think starting a third party just adds to confusion. 伫马斯克宣布成立新政党了，本来被推出以特斯拉为标的的 ETF 也赶紧喊停，认为这个马斯克担任特斯拉执行长的身份有冲突，决定要延后发行基金。投资公司执行长希望董事会赶紧开会，要求马斯克说明伊的政治立场，评估是毋是甲伊执行长的责任有相符合。美国财政部长贝森也讲，马斯克应该卖插政治。I think if Elon sticks to rockets, I'll stick to finance, and I am confident that this bill is going to pay down the debt. And there were 50 senators who weren't threatened by his words, and Vice President Vance stepped in. They broke the tie in the Senate. 马斯克本来是川普政府初期的国家顾问，协助联邦政府裁员加重整架构，也因为不满川普主导的大个税法案，加重联邦预算的赤字，宣布成立新政党，并且讲将会伫明年的其中选举挑战支持这项法案的共和党议员。公司新闻张伟林编辑。来讲，土耳其西南部安塔利亚一间游乐园有饲狮，也昨透早呢，狮煞跳过墙逃走出去，险险啊驾死一个农民。也伫咧巴基斯坦有人饲狮做宠物，这个狮嘛是爬墙啊出去，也攻击一个妈妈甲2个囡仔。虽然讲因是无生命危险，不过当地政府呢已经要追究这只狮甲主人的责任。原本应该伫主题乐园内底乖乖伫困的狮仔宙斯，半暝雄雄走出拉拉嗦。当时附近正开喙斗的田内有一个种植人，只有甲伊的太太伫遐困。当只有发现情况唔对，精神的时阵，这只狮已经到身躯边咯。Sabah 4.30-5 sıralarıydı. Bir baktık fışıltı sesi geliyordu hanımla beraber. Üstümde battaniye vardı. Battaniyeyi kaldırdığımda aslan üstüme çöktü. Bayağı bir mücadele ettik. Boğuştu. Kimse yok mu dedik. O arada baldırlarımdan ısırdı. Boynumdan ısırık atan boynunu elime geçirdim. 开了真大只耳，甲这只狮仔拍起来，互这只狮仔退下。随后赶到位的救援人员赶紧甲只耳送病院治疗。走出来甲人的狮仔宙斯因此被捕杀。另外一件狮仔攻击人的代志是发生伫巴基斯坦的拉罕尼。
画面上看到一只狮仔跳过围墙来到街路了后，开始入街路人，造成一个查某人甲伊5岁甲7岁后生受伤。这狮仔是当地一个好野人所饲的动物。伫巴基斯坦，饲这个野生动物是身份甲财富的代表。即要开大约大票5000外块，就使摕到执照，伫厝饲狮、豹、虎这大型的鸟科动物。 जो वाइल्ड लाइफ के हमारे जो इनके SOPs हैं हमने उसके मुताबिक शेर रखा हुआ है ठीक है जो कि हमने उनके SOPs को मतलब पूरा किया हुआ है और हमने आपने देखा होगा कि कोई ऐसी जगह नहीं है जहां से वो बाहर आ सकता और बड़ा पायदार हमने ये बनाया हुआ उसके लिए लेकिन वो जिस दिन का ये वकूआ है उस दिन वो सफाई किया लड़के ने करने के बाद वो इसका ना ताला लगाना भूल गया ठीक है वो किसी काम में बिजी हो गया जैसे ही उसने मौका पाया वो बाहर आया बाहर आकर उसने दीवार फलांगी है और उसके बाद वो बाहर जाके 走出来狮仔最后是家己乖乖回去，不过也是互送往野生动物园去收容。伊的主人也因为无合法的执照，加上照顾无好，最后互警方抓起来。公视新闻网络媒编译。新北土城今仔早起发生命案，一个查甫人伫咧车路举棍啊、举刀啊攻击因太太甲伊仔，这2个人送病院有缘救无转来。 嫌犯向南走路，伫咧彰化，互警察抓起来。也即个嫌犯前一天才因为违反保护令，互移送新北地检署。毋过呢，检方认为无遐尔严重，就把人放转去，想袂到，就安尼有两个人来无命。 监视器画面看到几排汽车熊熊互弄倒，其实这是4下查甫人开车去入骑车的市场的街后，也佮伊的姨仔所造成的。随后查甫人对车顶提出棍啊、刀啊，攻击市场的姊妹啊，2个人送病院了后，有缘不治死亡。蹦了一声，我们还以为车祸，女的一直在叫，然后男孩子开车门下来就一直砍了，很多人在看，都不敢过去，因为刀子很长。本分局立即成立专案小组，于2个小时内。 在彰化、深港逮捕犯嫌到案。这凶杀案发生伫初7早起，新北市土城区明德路2段。其实4成查甫人捌做摆拍这街后市场的查甫人，车头也违反保护令到街后大所在。虽然当时互移送新北地检署，不过检察官信后认为讲情节算轻，互伊转去。检方讲，互伊离开进前已经依法通知警方加捕中心，由警方提醒市场的查甫人提高警觉。 今年5月接获通报后，持续服务至今。我们全力配合检方调查，厘清过程，并协助家属后续事宜。不过，4成查甫人对地检署离开了后，就回头去坐伊的家后来理论，造成后壁危险的代志。妇女团体提醒，除了提高警觉以外，被害人若是感觉有人身安全的问题，也是申请带到庇护所，加强保障家己的安全。 对方可能在按那个被害人在里，那可能就要特别留意他的一些活动区域，加害人有没有出现。社工的话都会跟被害人讨论，出现的时候要怎么去应应。有专家指出，若是干那合法保护令，确实无相关来启动防护做法甲相对人士的工作辅导，可能互被害人处伫危险的处境。也若抬起的家后甲伊仔的4下查甫人的依照杀人罪嫌来侦办。记者综合报道。 也4月初，宜兰烈士博览会有电动的游行车启动着游客是一对翁仔某哦，一个人死亡，一个人受伤，也检方落去调查是游行车的链仔登记漏油，档案呢才来判去，无法度来打动认定这是游行车负责人甲司机的过失。今日按照过失致死等罪嫌，甲这2个人起诉。 证人做工车斗救完，暗过缀伫车卡老先生经过抢救，也是救无转来。今年4月，这个事故伫宜兰烈士博览会现场，游行车冲撞游客翁仔某，造成一死一重伤。即马检方发现车失控的原因牵涉到人为疏失，依照过失致死等罪嫌，切实起诉游行车负责人甲司机。翻覆死伤事故，查明系因左前轮刹车长期漏油，致刹车分泵损坏。 及刹车制动力不足。起诉真正理由包含负责人疏忽注意监督管理员工是毋是有先进职责，对小货车确实检修定期补充换档仔油，嘛无对新驾驶做驾驶安全的教育训练。也会司机是开车进前无确实检查档仔遮的设备是毋是有各样倒开上路，到尾因为档仔油严重不足，落架时阵无法度动车，毋再发生危险的代志。
我们要请律师，由律师来处理。尊重我们检察官的调查的结果啦。涉案业者无加讲，表示交由律师处理。宜兰县农业处嘛，敢若回应尊重。不过，由官方举办的大型活动，罕见的发生这种事故，业者互人认定有疏失，死者家属已经决定提刑负面诉讼求偿。反正这是我觉得县政府一定要负最大的责任啦。家属当初讲是县政府有责任，目前嘛伫看县政府的处理态度，无排除有后续的作为。当地大活动毋拿列席博览会。7月才拄啊举行，当地举办的宜兰动玩节，当年嘛吸引真侪人参加。宜兰县文化局表示，会加强设施的使用说明，强化相关设施防护，会派专人管控。只是面对大型活动，为县政府承办单位到场内业者，拢着爱做好落实监督管理。若是安全维护做无够，恐惊民众会有风险。记者采访报道。金曲奖伫顶礼拜六来颁奖，台语歌王陈以恒、台语歌后李德心这人的台语歌伫咧音乐平台，共要甲前20名总报落来，也有咧关注台语金曲的台语广播主持人阿迪是认为讲哦，这甲即几档政策的推动有关系，鼓励台语音乐多元创作，互有兴趣听台语歌的口仔入口袋。歌声是很诚实的，在里面呢会隐藏真侪个性以及咱经过的代志，譬如讲像我的个性，就是一个小查某。第36届金曲奖伫6月2日颁奖典礼以后到达已经1礼拜，台语歌王陈以恒和台语歌后李德心等人的台语歌，伫咧音乐平台 Spotify 顶悬，共要争20名总目。有咧关注台语金曲的广播主持人阿迪认为，这几年台语和文化政策的推展，鼓励多元的台语创作，嘛进一步互有兴趣听台语歌的口仔扩大。无共款的音乐的风格，无共款的表演方法，其实就有无共款的人去介意。伊无局限伫讲，敢若固定一款方法啦，所以伊当然即个市场就会愈来愈分化出去。我讲这是一款，包含讲少年人，伊无定着一定爱遐高听会清楚台语，毋过因为风格多元的，互因愿意入来看。阿丁嘛指出，侪台语歌手创作拢有带家乡的腔口特色，也拢有请台语顾问。伊认为这是互台语创作愈来愈用路的关键。另外，学者表示，无论是透过李德心发起发音的台语歌，还是其他歌手用无共风格和题材的音乐，拢通看到台语歌有真侪可能性。甚至今年金曲奖也以台语专辑摕到年度专辑。学者认为，伫咧中国抖音音乐强势影响之下，台语歌范式会当作为台湾流行音乐的文化输出来走向国际。中国的流行音乐工业，因即嘛有够大的吼，啊，迄本钱拢足粗的吼，你慢慢啊，你拼袂过伊啊，啊，你用啥物物件，你会当甲伊做一寡竞争。我感觉是无共款的语言，咱有咱家己的语言，啊，咱的语言是面向全世界的台语的即个语言。学者嘛指出，金曲奖虽然对台湾乐坛来讲有真重要的意义，不过伊认为对真侪少年囡仔来讲，影响力有愈来愈细的趋势。学者建议文化部伫咧华语市场渐渐互中国流行音乐取代的情形之下，着要好好思考台湾流行音乐的未来。记者卢尚珠、郑春友台北报道。感谢观众朋友收看今日的新闻世界通，我是曹欣，明仔载同这时间再会。